以马头琴为代表的一系列蒙古族拉弦乐器，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器乐核心，在国内外受到广泛的欢迎。潮耳、马头琴、伊克利、四胡，每一种拉弦乐器都凝聚着千年来蒙古手工艺人和音乐演奏者的灵魂。蒙古拉弦乐器正是随着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格萨尔的说唱艺术一同诞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拉弦乐器不断发展，扩散到整个中国北方及中亚地区，深受广大游牧民族的喜爱。种类上，由最初的潮耳、胡琴逐渐衍生出马头琴、四胡、伊克利等乐器，大大丰富了蒙古音乐的表现力。蒙古族拉弦乐器是蒙古多声部音乐概念潮耳的器乐实现，同时作为蒙古音乐的核心，担任着中高音区主角，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可独奏，可协奏，可拉唱，音色可细腻，可粗犷，节奏可欢快，可悠扬，既可以与传统民族唱法、长调呼麦配合，表现出浓浓的蒙古风情，也可以与搭配中外各类乐器唱法，融合出各式各样的风格，具有非常强大的音乐表现力。蒙古音乐非常强调乐器的共鸣性，琴箱主体采用自然风干10年以上松木、枫木和云杉等，部分选材常用到乌木、檀木、红木以及羊皮、蟒皮等。制作工艺讲究保留木材纤维结构和天然纹理，使乐器不仅在音色、共鸣、表现能力上更佳，在外观上也能呈现出多年生木料独有的虎皮纹。蒙古拉弦乐器在琴体的打磨、上漆、雕刻工艺上，也是充分吸取了蒙古手工艺的精髓，简朴又不失品质。在保持乐器性能的基础上，最大化的深究外观工艺，既是一件可靠的演奏工具，也是极具工艺美术价值的艺术品，成为蒙元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蒙古拉弦乐器有着长达上千年的历史，同时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缩影。保护发扬蒙古拉弦乐器制作技艺，不仅有利于蒙古音乐的发展和推广，为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还能推动中国乐器制造的产业化发展。未来，蒙古拉弦乐器制作技艺的传承和保护，一方面做好传统技艺的建档保存，形成文字、音视频等多媒体的内容，并搜集大量的古老的制作工具及乐器。另一方面，我们也将担负起培养蒙古拉弦乐器制作的青年人才的任务，让年轻人不仅喜欢演奏，更爱上制作。此外，我们还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线上线下广泛宣传蒙古音乐、蒙古传统乐器制作技艺，不仅能培养公众兴趣，还能做大蒙古传统乐器的市场，真正让蒙古拉弦乐器长足发展，走向未来，走向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拉弦乐器不断发展，扩散到整个中国北方及中亚地区，深受广大游牧民族的喜爱。种类上，由最初的潮耳、胡琴逐渐衍生出马头琴、四胡、伊克利等乐器，大大丰富了蒙古音乐的表现力。5年计划
第1年2018年，系统整理蒙古拉弦乐器制作技艺资料，并建立档案，努力将蒙古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列入市1级非遗名单。第2年2019年，保存整理文献文物资料，并制作文字、音像出版物，形成整套的蒙古拉弦乐器制作技艺参考，引起公众的关注。第3年2020年，开设乐器制作课程，并设计详细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计划，建立起强大的教学队伍，培养一批专注蒙古拉弦乐器制作的青年人才。第4年2021年，建立叠体传播工作室，开发网站，并在线上线下全平台进行宣传，增强蒙古拉弦乐器的知名度，培养公众对于蒙古拉弦乐器制作的兴趣。第5年2022年，一方面加大乐器的产品化营销力度，另一方面与史学家、音乐家合作，进一步研究起源，并确定未来的发展，做大蒙古传统乐器的市场，增加销量，研发一批经过改良的蒙古拉弦乐器。